欢迎观众朋友对广播节持续收听提教轨迹。这礼拜新闻后，相信观众朋友错不对报纸单个台湾的封面，还有国际报纸单都看到了。大家关注的是东北亚，尤其是金正恩和川普之间从佢紧张的关系严重在爆发。昨晚话很多两部撒下来，样板来看待，今日节目地图为大家邀请到係台灣嘅韓國專家，也係台灣智庫國際部主任董思齊董主任。主任您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主任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那我刚才跟我们的观众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北韩的这个叫嚣我们并不陌生，但这两天包括其实我最早会特别关注是8月5号《经济学人》的封面。刚好是一张照片，它有一个爆炸的蕈状云，核弹爆炸，云的两边，一边是金正恩的脸，一边是川普的脸。它上的标题是 "It could happen"， 好像讲说，核战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加上这两天，其实我们发现彼此的叫嚣好像有一触即发的感觉，让大家都很紧张。连台湾，我看昨天这个2个报纸都把它摆成封面。我们想在看这件事情之前，势必是得把时间点拉回到前几天，在8月5号的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案。是这个制裁案，首先我想要请教主任是，以往我们都以为在金正恩的后面有这个普亭跟习近平，某种程度的老大哥在罩着他。结果制裁案里面2个人都同意了。首先我想请教是什么使这2个背后支持者好像有一点辩解？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制裁案。某种程度看是让这个北韩好像一年少了大概10亿美元左右的这个外汇，可是是不是对于中国跟俄罗斯来讲，也要付出某种程度的代价？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制裁案的时候，可能不能只是单看说今年这一次8月5号的制裁案啊，它有一个比较长的脉络。那事实上，在联合国对于北韩的这一个跟核武议题相关的制裁案已经做过了9次。那比较特别的是，从去年开始，2016年开始到今年，短短1年半的时间之内，就提出了3次的制裁案。那这3次的制裁案呢，每一次提出来的时候，都说是史上这个最严厉的、最严格的。那我们后来发现的结果是。事实上，这个制裁案的效果似乎是没有那么的大。那没有那么大的原因是，虽然去年分别在3月的时候有个2270号的这个制裁案，然后到了11月的时候有一个2321号的这个制裁案啊。那这2次是分别对应北韩的第4次核子试爆跟第5次核子试爆，而且第一次是在去年的这个3月的制裁案，大概是第4次试爆后的57天，第2次是第5次试爆的82天之后出来的。那真的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个在距离这个北韩在2次的这一个所谓的洲际的这个长程飞弹的导弹的试射之后，大概在离最近的一次的话，大概只有1周左右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很迅速的就把它通过了哈。那这周后面就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意涵在了。首先就是去年2次的制裁案显然是没有用的，是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果，然后他没批条嘛，他照样在试导弹。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啊，就是说北韩去年的 GDP 成长了3.9%。那另外一个是据那个韩国银行的统计资料的话，它在外汇上它这跟国外的这个贸易交易量上面说，还是达到了65亿美元之谱哦。那显见的就是说这个制裁案它是有一定的，它这个制裁案虽然是一定的有一个效果显示出好像各国团结要来压迫这个北韩，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制裁案本身的宣示的效果，对于实质的力量，对于北韩的压迫并没有那样的显著。可是这样子的制裁案的通过是有必要性的，这个必要性就在于说。代表美国所提出的这个制裁案是受到中国跟俄罗斯的支持，那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要看这个制裁案本身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通过，当然是美国认为说这个北韩的核武的这个议题已经有它的压力在，那在这个压力之下呢，它会需要它需要中国跟俄罗斯的共同的协助，而美中之间和美俄之间最近也是因为了一些议题而产生了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争议的事件哈。美中的话就是所谓的100日的贸易的谈判啊，那还有这个。可能要提出所谓的301的这个条款。对，那美俄之间的话，就在于就是美国的国会啊，已经通过了这一个对包括俄罗斯，对俄罗斯，然后伊朗还有北韩的这一个制裁案，就是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案哦。那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案，甚至有人说就是形容是对于对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打脸哈。是。那从这样状况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现在是很需要这2个国家的支持。
那他们用什么东西来交换？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会支持川普呢？那对于中国来讲，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部分了。那因为我们看到本来301的调查的这个已经放在这个案子已经被提出来了，说要不要去调查，结果现在这个调查案已经搁置了。是。那包括俄罗斯的部分的话，俄罗斯现在美国对于这一个俄罗斯的这一个所谓的制裁案，基本上这个压力的来源是来自于国会。可是行政部分，就是川普的部分，他并没有有意要把这样的局势升高。而如果这个时候川普再用一个对立面来对这个普丁再用一个对立面来对川普政府的话，那川普政府会受到更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并没有选择说在这个对北韩的制裁案上面做一个否决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很多方面的考量之下那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很快的就在8月5号就通过了这样的制裁案而且号称是一个史上最严格的制裁案。但是我们还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制裁案它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那我刚好要接着这个主任的分析我们来看，假设时间点是在8月5号，看起来好像川普打赢了一场外交的斡旋战，他拉拢了俄罗斯跟中国一起来制裁北韩。问题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后，我们发现，北韩不但没有比较收敛，然后还放话反击。我们看到一句话是这个在朝中社发布的这个人民军的战略军司令金洛坚，他在9号那天他讲的说，为了压制美国关岛一带的军事基地，他们正式向美国发出警告，会发射4枚火星12型，而且时间就是在8月中，现在已经准备就绪，就等金正恩的命令。那北韩校正这样的新闻，我们其实并不意外。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时间、地点、使用的武器都非常的明确，反而让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假设你真的是要攻击，你何必把内容讲这么详细？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校正，又有什么意思？他们这个动作，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那事实上，在每年的这个8月之间因为8月的这个下旬的时候，因为有韩美的联合军事演习所以在这个韩半岛附近的这个局势就会升高。因为当这一个韩美军之间的这个联合的作战的行动或是演习，它这个行动出来的时候，北韩就会有一些做反应那今年就是他提前先做一个反应，而他做这个反应的时候，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他这么如此的巨细靡遗然后把所有的状况条件都把它提出来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预想，这接下来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回应或是这个反应的 scenario 这个剧情的发展那可是我们在其实很多的专家学者都观察到一点就是说现在北韩他在做这个核武试爆或者是说长程导弹，那基本上他并不是希望直接把它用作一个攻击性的武器。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希望把它变成一个谈判的筹码，因为他最后的目的并不是要攻击其他国外，并不是要攻击其他国家，至少他在宣称上面，这个做这样的核武或是这样核子试爆或是飞弹试射，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本身的安全嘛，所以他本身宣称的他是用手势的。那所以说宣称他是用手势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本身去做进一步的第一波攻击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在他所提出来的这一个想定里面，他提出来说有4颗，然后他会怎么样的发射，又在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说，他有信心，就是做到一点，就是往那个海域去发射，但是不会攻击到关岛。对，他说在30到40公里处。对，会落入海中。对，所以说他就是提出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可是这样的时候，他提出这样的说法之后，球就会变成到美国身上了。你美国要如何来回应或是对应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川普政府上来之前，川普总统上来之前过去奥巴马总统时代对于这一个北韩的回应，从战略性的忍耐到战略性的忽视，就完全就不理他了。是所以说北韩不管怎么叫，怎么样来叫嚣，那反正到最后，因为美国相应不理，所以也没有。也就这个其实也相安无事。对。那可是现在川普的这样子回应呢，直接的回应呢，可能就造成了局势的紧张。他说 "Fire and Fury"， 你会看到从未见过的这个烈焰跟怒火。对。那这个是这个就有点像引用这个圣经里面末世对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情景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这实际上面呢，北韩要发动第一波的攻击就直接的攻击的可能性比较低。
而且北韩有另外一种做法，其实这个做法在他之前也做过，也就是说宣称要试射导弹，要发射什么，结果后来呢就失败了，失败了就没事了嘛，刚好自己有台阶下，对，那就有台阶下了。可是对于美国不一样哈，美国如果说他直接先有一个很直接，就说我就是要做军事行动，或是做了一个比较直接的这一个回应的时候，刚好正成了北韩的主张。北韩的主张就是说，它有国家安全的危险，那他会为了要防止美帝的这样子对他的这个进攻，他需要武装自己嘛。那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有趣的状况，因为北韩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压迫美国能够承认它是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那之后再上谈判桌。那可是问题是美国不想要承认这一点，所以美国反过来是把这样的压力给北韩的这个另外2个支持的国家，就是中国跟俄罗斯。而施加压力的方法，那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案。只是联合国的制裁案之中，我们又知道它的效果可能会有限，所以最后可能会反映到现实上面的，就是事实上接下来的可能是美中之间的较劲，或是美俄之间的这一个合作或是较劲，可能会这个会变成另外一个焦点。而这一个北韩的这个议题的话，则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会不会在擦枪走火之下，从本来只是口头上面的这样互相喊话，到真的打起来，那这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点。因为老师分析的这一点哈，假设我把这个威胁，就像川普讲的，只要美国受到威胁，其实美国将不会做事。那我就问一下，刚才我们讲说这个金洛街讲的，他有多详细呢？他其实在发言的时候讲说，届时那个飞弹会穿过日本的岛根县、广岛县、高知县的上空，用1065秒，是他连秒数都说出来的时间，飞行3356.7公里之后，将会落在距离关岛30到40公里的海域上。这么明确，难道还不是很直接威胁美国的安全吗？那他说出了这个之后，他其实很明确的指出来，他想要是进行试射的这个地点，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要发起战争了，就是说我做这个东西是我已经在计划之中，我要做这样的试射，那我现在要展现这个能力。那可是要展现这个能力的时候，它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那现在大家担心的是最近几次在今年这个金正恩这个频频的试射导弹试了10几次之后呢，好像能力显著的提升。确实，上一次的洲际飞弹成功之后，好像大家都有一点意外。对，那加上还有另外一个讯息指出来说，它这个核弹的小型化的这个实验，还有它的这个技术好像已经成熟或成功了。那当然就会造成了更大的这个紧张嘛就美国就开始会担心说，那到底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所以现在他已经说他要射到这边来，对，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结果，成功或是失败。对，成功了就是他很厉害嘛，那失败的话也没有什么损失嘛。问题是成功后续的这些美国的反应、国际社会的反应，我不晓得是北韩所能承受的。是的，那所以另外一点就是说，那如果是应对这样的状况的话，那美国会怎么样反应？或者是说美军和在太平洋这边的，包括日本跟韩国的这个美军的这些盟国，他们会如何来做回应那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在想定做几个假想了。如果说那这个飞弹就起来，然后一次4颗。比方说韩国的这个萨德如何升空，然后或者是说关岛的这个爱国者，在那个日本的爱国者飞弹弹升空来拦截，那成功了会怎么样？不成功了会怎么样？所以作战推定已经开始在想了。对，兵推这个部分已经在进行了。那大家都很怕失败那所以就看谁先做出这个第一步那但是谁会踏出第一步？你要踏出这第一步，一定要有一些理由跟借口嘛。那如果说现在的局势再这样升高下去，而且美国的美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北韩就会抓着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你逼我，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美国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那川普总统的颜面尽失，对不对？好，老师这一点我们待会继续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你看到係另外一個尤其的國際媒體講，這些川普版的古巴飛彈危機，係咪事情就會從半世紀之前，用發展下去大家都冇明白。先聊一下啱先狀態。
今日大家繼續喺在度討論嘅現場，兩禮拜同人來關心嘅是東北亞尤其朝鮮、北韓、美國兩兩片，下面有可能會日出之法。我們剛才提到哈，我想要把這件事情在我廣告之前跟觀眾講的，有沒有可能就像幾個外媒的報道所講的，其實這是川普要面對的古巴飛彈危機的北韓版？因為我們看到，我不知道川普是不是有當時這個甘乃迪的智慧。那現在在金正恩的背後，還有當時的赫魯雪夫嗎？會是普廷嗎？還是會是習近平嗎？這樣的局勢，這兩個狀況能夠相為比擬嗎？那拿這一件事件跟當時的古巴飛彈危機來做比較，那可能會有很多的那個狀況不同。是。那當然就誠如剛剛這個主持人所提到的，這個它背後其實。在這一個北韓的背後，其實現在並沒有明顯說它是代表着中國或者俄羅斯來做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主張。而對於在美國這個部分的話呢，這個川普似乎又不像是甘乃迪這樣啊，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從這個政治人物出身的這個正統的典型的這個政治人物，所以他有很多的發言有時候都出乎他們的這個幕僚的意外啊。但是我們知道，就是在一個領導團隊裡面嘛，當一個領導講出了一些話的時候，他底下的人還是得要支持他，所以才會有在這個之前的這個，在這個很強烈的發言之後，他的底下的一些這些幕僚官員馬上就說，我們也是跟這個川普總統是站在同一調的啊。但事實上，在美國，我們在很多的外電媒體的報道之中也指出來，在這個白宮的幕僚群裡面也是有所謂的主戰派跟主和派，就鷹跟鴿，鷹派跟鴿派哈。那包括這個鷹派的話，那個 Mattis 我們都知道哈。那還有鴿派的話，包括布農他們這些。比較認為說，這個真正的決戰點不在於說這個韓半島問題，而在於美中之間的關係。那所以我們現在外界比較擔心的是，因為我們很不確定，也看不清楚川普政府它的走向是怎麼樣。是因為一下子好像比較又很激進，一下子好像又轉移焦點到別的地方。那所以在這個不確定增高之下，大家對於這次的危機感覺起來是更加的擔心。那當然，當時古巴危機到最後，這個大家本來是在資訊互相的這個無法獲得彼此的資訊之下，那本來好像要展開了這樣子一觸即發的這樣核子的攻擊，但是後來呢，也是在大家深思熟慮之下，這個危機就解除了啊。但我們現在回來看到目前的這個局勢，對，那北韓為什麼它過去他好像不曾這麼樣的強烈的指出說他要做什麼，並且把他的聲勢把它提高啊，我們把它叫做這個懸崖戰術嘛。那他為什麼要把這樣的局勢逼到這個懸崖，好像要戰爭一觸即發？那當然就是他的最後也是要回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說他本身有一個很大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成為被人承認的核武大國，核武強國。那可是要達到這個目標呢，那他一定要有相對應的實力跟能力。顯然的，他認為他現在有相對應的實力跟能力，而他的實力跟能力是有兩大基礎。第一個基礎就是他對於這個核子武器，還有這個導彈、長程導彈的技術的長足的進步。是啊，那第二個就是它的經濟，也就是說它的內部經濟並沒有因為外在的這一些所謂的制裁而垮台。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剛好呼應了，就是說在金正日時代一直到現在，金正恩時代他們一直在做的所謂的核與經濟的兩手的策略，同時把這個武力呢，還有它的國防的這個所謂預算呢，集中發展在核子跟導彈技術上面，而其他的部分呢，則是居下人把它發展到這個經濟民生方面。而這背後，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外媒也都指出哈，真正具有能力可以去打擊北韓經濟的，就是中國。對。那另外一個是，還有另外一個國家似乎也在背後輸送原油啊這些必料的物資給北韓，就是俄羅斯。是。所以後面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對於美國來講，現在比較覺得感覺不是很好的一點是，北韓的現在能夠這樣出來的這件事情，事實上是有機會把它壓制下去的，而可以壓制的人呢，美國呢，它可以做的就是直接的武力，或者是說武力的展示，或是直接的攻擊。但是這個選項如果一旦出來了，會對區域造成非常不安的局勢。那包括了這個金融業、科技業啊，這兩天已經大跌了，對，大跌了非常多哈。所以這樣的大跌其實是對世界經濟都很不好，這不是美國所希望的選項。所以美國比較希望的是透過中國跟俄羅斯一起來聯手圍堵或者是壓迫北韓，讓北韓不要這麼樣的囂張，
上升。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局势是其他国家因为他们自己各自的想法跟利益，所以他们在背后可能有帮助北韩的行为，让北韩现在它的核子武力以及它核子的能力以及它的导弹技术能力明显的上升之下，所以他才敢喊出这样的牌局。其实老师在过程当中一直提到一点，我也觉得让大家很担心，就是说怕的是擦枪走火。是，问题是擦枪走火很常是在误解、沟通的误解发生的时候。就我们现在观察到，我们讲金正恩跟川普好了，老师看得出来，两国之间的高层，甚至是两位元首，已经有很畅通的沟通管道嘛？那畅通的沟通管道显见是没有了哦。那基本上都是要透过其他的国家，或者是说透过其他的方式去做表达，所以才会呈现出现在这样相互喊话的样子局势哈。那为什么没有人想要建立这样的沟通管道啊？这个过去曾经有试图要建立过嘛？那在六方会谈之后，后来就发现失败了嘛。那所以这样的多边的这样管道失败之下呢，而美国又不愿意直接跟北韩来做沟通的状况之下，那只能借助其他的方式来绕过没办法美国跟北韩直接沟通，那就是透过其他国家来做一些沟通，或者是说派这一个相关过去曾经做过跟这一个北韩相关事务的人去做一些斡旋啊。那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一点是，北韩的这种持续的这种放话，事实上是一个常态，就是他一直都是这么做。那这一次当然是比较特别一点啊，过去好像似乎没有这么巨细靡遗的把他的作战计划就等于是报告给别人。而且这一点我也想要请教主任，以往我们看到北韩威胁的对象主要是南韩，因为我们看到 BBC 的兵推也讲到，不要讲洲际飞弹，不要讲核弹，光是靠北韩的火炮，至少就可以造成首尔30万人的伤亡。是。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或是什么原因，我们看到这一次，他讲的不是南韩他竟然点名是美国那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对于北韩来讲，他们最重要有这样子态度立场上的改变。那主要当然是他的对于自己的核子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包括它的核子的小型化轻量核子弹头的小型化轻量化的这个技术的突破，还有包括这个长程导弹的这一个洲际导弹的准确性，已经有很大的信心之下，所以它才会转移它的焦点。要不然我们过去常常看到的就是美国一旦有这个提高压力，或者是在韩半岛周遭这个紧张局势提高的时候，北韩常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直接去回应其他国家，而是找南韩出气啊，包括这个天安舰啊、延坪岛炮击啊，或者是说这个在北方的这个警戒海域里面做的一些这个零星的冲突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直接就是拿在首尔，并且以及在这个韩半岛上面的美军来作为一个警告对象，但是现在他已经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提升到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他现在的对象矛头直接就是针对美国，因为过去跟这个韩国对于南韩做这样的行动之后，到最后会变得一个结果就是到最后他必须要去谈的谈判的对象就会变成是跟南韩之间要斡旋，他现在已经不想要理南韩了，就是他的对手。在他的这个假定和设定里面，要谈判的对象不是南韩甚至也不是中国，应该是美国。所以他就是一直努力要争取到美国承认他有这样的能力、角色、地位，并且迫不得已一定要跟他谈。那这是他不断的展示他的能力和他的这一个实力的一个军事的能力跟实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背后的一个动机跟目标。老师，那是什么理由让美国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不愿意直接跟朝鲜谈判？那这个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在美国的立场他对于所谓流氓国家，或者是说对于这种恐怖主义，之前是讲邪恶轴心、流氓国家，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恐怖主义呢，他们一贯的立场都是不妥协的他没有办法透过妥协去换取这样子的这个和平他对于他们而言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事情不是值得去鼓励的，而如果你不能靠威胁来达成你要的目的。对，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美国国内他也通过了对于这一个俄罗斯的制裁，对于伊朗制裁，对于北韩制裁，特别是对于伊朗和北韩的制裁，都是因为他们在发展所谓的弹道这个所谓的长程的这个弹道导弹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立场是难以让他直接以承认北韩的方式去跟北韩拥有这样的实力的方式，而去跟北韩谈判。那
我们相信各方，包括朝美之间以及我们周遭的国家，没有人想要看到真的爆发战争。但如果在现在这种几乎要到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下，我们是不是要先有一个准备，就是说万一真的一触即发或是擦枪走火了，请问可能的伤亡、战场损失大概规模会到哪里？那因为美国远在大西洋、太平洋的彼岸，但我们这些国家就在北韩的旁边。是。那面对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这些周遭的国家怎么看待接下来的发展？是我个人是这样看哦，就是我们在考虑到这个结果之前，我们必须要回来想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哦。第一个点就是说，那到底是谁会做这个第一波的攻击？那如果说他做这个第一波攻击之后，对于他过去的主张，那是不是就会破灭？那是不是就没有正当性？因为在军事上面的话，你要出兵作战或者是要做一些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正当性，你才能获得国际的支持。所以我们会反过来要来想一件事情。在当北韩真的做出了所谓的攻击性行为的时候，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正成了其他国家对他的指控。那所以其他国家真的去进军北韩，那就是变成一个正当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北韩不大可能做这件事情。那北韩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话，那美国会不会主动的去做这个外科手术的这样的进攻？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人说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东北亚区域这个区域里面，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台湾还有中国，都会非常影响到。